社会书继续来关心和男朋友扯，床刺哪会去伸到滚头皮？最近网络咧传这段影片，讲一个查某囡仔，敢若因为要恐吓已经扯的男朋友，就那甲细只床刺出来甲伊递入咧手头，实在是有够残。网友看到到底，大家拢紧张甲面啊绿色。动物协会接到通报了后，赶紧来到当事者的厝内，甲这只鸟刺救出来。这款可动鸟刺的行为，犯着动保法，相关的单位讲的依法来罚。你的那一只是哪一只？2只都有。2只都有啊？对。啊，你怎么会做这个事？动保人员找上门，查某囡仔赶到2坑铁栏仔，内底2只鸟刺，看起来平生生，一点仔活力嘛无。因为因互这个查某囡仔真出来订伫咧手内底。然后回家的时候，他说全部这2只给我养。代志就发生伫咧家己，进前一个查某囡仔因为甲查甫朋友来分手不服，就来虐待查甫朋友送的2只细只鸟刺，搁将过程上网络来直播。有网友感觉这个查某囡仔根本唔捌尊重性命，嘛有人烦恼这2只细只鸟刺会受伤。我原本拿回来的时候，他眼睛原本就这样。网友实在是看袂落去啊！通知动物协会去咧救，互人问到鸟鼠的目睭是安那无正常。查某囡仔讲原本就是安尼，讲完搁伫边仔录影，行为是真奇怪。目前我们刚刚已经送医哈，那经过医师检视，目前并无大碍。只是就是一只眼睛突出，那可能没有办法改善。这2只鸟刺虽然讲是进前的查甫朋友送的礼物，分手了后所摕来出气，故意虐待动物的行为，经触犯动保法，查某囡仔就要为家己的一时冲动来付出代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